万人讲退休的人的天操会变多唔似呢。华阳同学会但是会邀请一啲来宾去友谊人才嘅同学完成梦想。今日係哪一鄉親愛請同學圓夢呢？如有眼一用，評論也能展開一場貴氣貴神快的同學會啦。虽然我在空军10几年，但是我是属于那个从来没有飞上天的空军，连个运输机我都没有坐过。常常啊，有时候在睡觉的时候啊，做梦说自己在飞行，甚至不管是飞直升机或者是战斗机，都有那种感觉，那种漂浮感。所以说，我有什么梦未圆的？我在想，妻子、儿子、房子啊、车子，我什么都有了。这个飞行也是我的梦想之一。今日啊，喺藝團也是被華陽同學會嘅受信人王太哥提拔見面，伊同我約睇健身房咧，我很奇怪咯，原來啲情況啊，按太驚咯，大部分都係後生人咧，唔啲係冇。咁係嘅，係啊。哦，你王太哥咩？嘿，一龍，你好，你好。哦，唔來運通哦，一定換條脈絡嘅咧。嘿，哦。體格雜正嘅王連勝太哥，今年63歲，頭髮是喺現代有英雄嘅軍人，退伍前還是喺新竹空軍基地做過參謀官，做兵時期行按照規矩。所以到今亦還留下幾多個唔係嘅習慣，無上運動咩係做阿兵哥嘅時留下來嘅習慣下。咁王太哥平常時都嚟下運動下，我同佢約睇健身房啊，貼喺啲素材咯。係啊，你不較好傾啊，啊等於來，係啊，一年365天，應該來345次。真嘅，係啊，等於來。成拍比教練係高級來哦。係，應該係比較好傾嘅。哦，那我按好運動咯。動一動，流汗，對身體比較好。哦，啊呀，同頭擺睇嘅空軍基地工作有關嚇，按好運動啊。空軍基地家下係做辦公室嘅，辦公室大家初年上去下晝係出來運動。過後運動嘅王太哥，咪一定好挑戰各種戶外運動，甚至還是去參加超過2日頭嘅活動。莫怪伊嘅體格一直保持到安好。運動結束過後，我咪聽到王太哥回到雅魯卡來拜訪太叔。來，一龍來親一親。嗨，你朋友，哦，來一龍，阿生好，高潮誒，拍攝哦，難得，謝，來坐。誒，故說王太哥嘅姑娘太叔咩係客人哦？基本上是客人，愛河洛人，唔愛河洛人，愛河洛人，唔頭都客話講到滾咧，比較愛啊，係哦，係啊，那你會哪個時間開始學？如係談戀愛嘅時間，那開始係咪？沒有，就愛去做生意了後才開始，跳擺當時唔曉講。頭擺王太哥唔會講下嘅時間，我用嚟老聰明咯，溝通啊，用筆嘅，用筆嘅，誒，那聰明人愛吃飯時，喂，愛用筆啊，吃飯啦，啊，這樣子，係啊，筆大筆，愛用筆哦，唔過唔係工作用嘅當下，跳擺到空軍基地嘅時間，冇限制，冇場合啊，係，保密到該新竹縣衛生局，當到行人，其實很快就好。我家下可能睇架就講行，完全睇唔識，啊唔係線上都係。係啊，既然係都這樣講啦。師傅，跳擺教我講話，你阿件唔曉嗬，做唔得吃飯啊？真係啊，阿妹又水冇講好，做唔得水冇啲啊，當然嘛。那你們做一下，我也試下先。哦，好啊，好。你先去摸下。
跟王太哥提嘅洗身腳，挨跟夾大幫也機會來同太祖打嘴鼓，來講洗每人嘅秘密。我嘛係頭同黃大哥啊打嘴鼓嘅過程，還有伊同講話嘅情形啊，感覺講伊係懂小可嘅人。嗰時候我嗰種會點呢相處嘅情形係用呢？伊不是會聊，係咪？哦，佢當多方法哦。係啊，有乜嘅？那時候我下上班哈，然後他就跟阿姨講：小姐，我來登報紙，登什麼？儀式啊，啟事啊，就哈，我是做那種文書的。哦，後來看他語無倫次啊，講我同學都在係登報紙啊，係把妹讓樣子，當書記我唔中意啲，係哦，啊，因為啲個子冇高啊，拉高係咪？冇高富帥嘅條件啦。雖然這樣時王太哥唔係太所交易嘅對象，不過王太哥按浪漫，天天呢還係比較通道。太所講論王太哥睇我到做兵嘅時節，甚至當日如果準時寄一封寫滿相思情意嘅信嚟俾我，韓國也種寫信嘅習慣都見如韓保留論嘅呢。那就情書誒，你講家下寫嘅都見韓有，韓有哦，啊，真嘅天奶。我看了，懂演我呀！哎呀，好，那咱们看哈，不用都奶。我藏一個地方。哦，真的，好，那咱們看。好。對了呀，弄不用都呀咯。係啊。其實我哋入來都看到呀，開嘅呢。看到了哦。以前他有個習慣哦，管人送花。送你一朵花，表示我的愛意永不渝。很浪漫哦！哇塞！嗰種哦，如係王太哥有送花，如果有一種卡片，一種卡片哈，比如激動好假字啊，一時假動這樣，也動為表達表示啊樣嘅啦，所以我都偷偷給他留起來。既然每一封情書如本保留得好好，佢閒時講聽出愛好好來欣賞下嚟，也兩路嘅浪漫情書度行，想來會有樣嚟嘅內容呢？哈哈哈！我喜歡看別人的信，來看你的信呢，從頭看到我呀嘅已經係25年前的呢，剛來看唔看？看朋友，哎呦！永遠的世界美人呢？哎呀，動好講，哎喲，排泄啊，排泄啊，很厲害呢。七夕佳節、情人節，你看你信呢？哦，唔懂唔呢？哦，寫信那本《永遠的世界美人》，哇塞！唔講啲嘅黃媽媽讀書論，俺弟幾有秀伊來哦，俺把條條咧，係哦。唔可能很保留安好呢，王太公唔咁啲，也以前寫嘅卡片。你啱寫啱啲啊，我啱啲嗰啲空到你啊，空到眼球啊。唔啲啊，也係買嘅抽屜嘛，從啲百寶箱。嗰是玄關嘅抽屜啊。係啊，你不用睇玄關啦。To 老婆世界美人 from 連勝，最漂配的男性。你睇應該唔係情人節時節，慳哦。慳送現金哦，對啦，慳可能就有點口角，寫對住。你就按到口角啊，可能要這樣子啲打是情貌之類啦。假使人口角之後都如係用心嚟嚟，係啊，幾懂浪漫呢？浪漫哈。係啊。一絲一記如係深情意愛，真見看到人個形象又幸福。王太哥上半擺嘅還會表現出浪漫，怕咩係人哋兩公婆維持關係嘅方法，值得大家來學。除係新嘅以外，我偷偷睇人哋嘅碌卡，沒發現到一啲個貼片嘅東西哦。因為我入來嘅時間有看到幾辣嘅幾排嘅錄影帶，係咪？錄影帶，看起來有18槍。一塊一塊嘅，哦，好啦，我同意一塊。沒有，你看是啲嘅。哦，嚟，係啊，一條啊，
你讲会了对啊。啊，还有编号，要相片哦。嘿，你要相片美录影带。哇塞，我冇看过有人真哩多安尼呢，太真切啦。我相片全部都扫贴啦，安排队用个衫啦，那是用来开始整理。啊，甲后背有写日期，那是一本一本整理。啊，拄有了的 case， 它对，伊只 case 做在用洗状，啊，那是写个标题，然后啊，外可能安样是好简单啊。亚屯，以前做的事情有关哈。可能以前应该都寄从上班的时间应该做参谋，参谋因为要整理档案，所以要有排列性、有计划性。刚有以前周边有关的相片吗？这种给时期，你是跳过个强啊水了的。我看亚马个时间嘞，75年呢。走。太搞强啊水了。嘿。哎呀。你还是外岛，到外岛马祖的时节。再做台南做副连长的时节。佮跳摆的军服是安用因。演导哦。冇啦，你还是做先做机冲的，介绍就伊个长官。刚人家拜同好有睇地拜哈。有，你还是大做。从了聚餐。还有睇联络哈。有睇联络。差不多厉害。2家年、3家年是聚餐一次，他就甲轮年判。按家假如万人来测温哦。谁来轮年呢？轮年走动，做卤煮。甲双拜人嘛，甲时间有嘅。双拜的清月台，了下可能的9月。9月台係萬人判，係5下。唔啊，有可能可以插隊哈。絕對啦，即係就甲講一下講啊，了台應該先判。王太哥屯鄉下太空軍基地作戰部隊服務嘅幾條同事交情如改好，王太哥隔天日拜愛先插落去，邀請大家來參加屯論拜無窮樣嘅聚會，我來辦一場貴新式的花樣同學會。本次聚餐由劉蔚如主辦，我有事情想向大家說明，是否可以讓我先插隊辦理 ？OK。今年呢，愛屯王太哥嘅按到同學同袍見面呢，茫然期待哦。王太哥本人感覺係貴浪漫貴神奇嘅人，唔比嘅同袍係用的呢。我哋喐睇可以貼喺啲地方哦。你哋睇等，王太哥，一樓，你有冇看到啊？同袍嘅呢？介紹一下，這以前我們在機場作案組的同仁。黃大作，黃子傑。大作，久仰大名。來，梁威龍。大作，梁大哥。劉蔚如。劉大哥，李部長，李大哥，大家好，大家好，很高興見到大家。今天我們就是因為我們退伍的時候啊，把一些軍服都繳回去。那既然我們都已經插隊，對不對？然後我們今天就來感受一下以前穿軍服的樣子。所以，有時候約在這裡。故時候又睇安貼拍的地方。那我們就進去看看。好啊，好啊，走。來，老闆你好。上次我有問說你們這邊有賣那個空軍的軍服，不知道可以帶我們看一下嗎？可以，來在裡面請。好，來這邊請。好，謝謝。來，這些空軍衣服在這邊。藍色的。教一下。玉龍，好，既然來了，你要不要穿着感受一下啊？好啊。穿軍服的。但是有矮 size，兩塊一輪去塞涼呢。對啊。應該有瘦的軍人吧？是吧？好。這件好像我可以哦。對。好，那我們再來找一下。簽名啊。看他身，大哥們上一次穿是什麼時候穿啊？20幾年了。哇塞，所以中間都不可能再穿。不可能，因為是要繳回去。退伍要繳回去。是。我們今天是三顆梅花哦，也還退不嗎？該上校。上校。然後大作就是上校。大作就是上校。很親切，這衣服。真的，看得很親切。這是 M 的，M 的是誰的？誰可以穿？我穿 M。剛好大作。來。
好。哎，对。但是每一件都是，是大家都升官喽。哈哈，冇想到我會有機會來做軍服，韓國人呢都升官的呢。3千4千，能簽到合適的軍服尺寸，我得唔得到上嘅臨時來看啊，也得睇過揾做軍服，又再個展現出幾多年浪頭定線嘅樣誒。大做最后，还不叫不大做最后？不是啦，你来一龙啊。好，好了，哎 ，OK。黃太公，人家他做那軍服可以賣啊？因为按你挑牌创办的位置，又有一家场景动向唱唱，我们去那边回味一下。給你用的地方。先不告诉你，等一下你去就是再给你一个 surprise。好。很有趣，我们这一整车都穿着军服的人，这个相当于再上去就1颗星了。真的哎。而且我们刚刚那个黄大哥路公大座要坐在最右边，位阶最高的人，那个坐在车子里面有阶级性。一記泰國如像黃泰國樣嘅，非常堅持愛保留做阿兵哥時期留下來嘅習慣，就連睇茶行，咪如愛照嫩炒茶嘅禮貌規矩。是講對基本嘅愛喜嘅蔬菜，還單止冇辦3人團嚟講呢，究竟等下會用用你嘅講起呢？多嘞。太太們已經在這邊等。好久不見了，很帥耶，很帥啊！來，很久沒看到，沒看到穿這個，大家裡面起來。好。有飛機呢？這邊陳列了很多那個飛機模型。你細一張裡會有安尼嘅地方誒。你看，哇，真勁係老人。頭擺工作的地方當中，人家有飛行衣，他們飛行員穿的。所以大座以前有穿，對，以前有穿。這個就是飛行衣嗎？那其他的呢？先跟我們說一下。早期的飛行衣啊，就是橘色，就是為了你跳傘以後掉到海裡面，比較好尋找。後期就改成這個草綠色。那這個為什麼改呢？它這個材質是防火的，萬一飛機失事的時候，那火穿在身上可以保護這個飛行員。那這個是民航機的，它這個有3條槓，3條槓就是副駕駛，4條槓就是正駕駛，2條槓就是一般的機械人員，1條槓就是空中少女。大座今天帶來的也是好，我們來看真正的來，請開箱。哇，這是真的大座穿的哎，哇，介紹一下。這一般我們的飛行衣最基本的配備，這個是名牌階級，這個是一定的。你這個飛機超過2000小時以上，就有1顆星星在這邊。如果你是指揮級的，超過2000，旁邊再加一個邊。那這個就是我們隊上的隊徽。這個是我們新竹基地2連隊的隊徽。這個是階級。你看什麼階級？1顆梅花就是少校，2顆就中校，3顆就上校。那這個就是你飛的機種。你飛的什麼機種這架是超級軍刀機。超級軍刀機。那我們的編號就是 F100。那為什麼你可以留着？因為我們在試飛幺洞式的時候，曾經跳過傘。那這個不成文的規定就是，你跳過傘以後，你所有的裝備
啊，通通要报废，发一组新的给你。哦，所以我才有这个机缘保留下来。哦。是蒙太初带来很多变相簿，让人真正看到规定验。既然大家开始慢转做评价下的事情，唔知大家係滿足幾多年的軍火，還有幾多年電線引導嘅英雄氣象同體檢無呢？今天姐姐們看到哥哥們穿了以前的軍服，就覺得很帥，對不對？很像回到年輕的時候。然後我要做一件很殘忍的事情，我一直很想要演那種像那種報告班長電影，有沒有？然後就是大家每個人在奮不挺身的。報告班長還可以，不要攔坡就好了。以我們這個年齡了，過了70歲啊，不能夠快速下去啊，因為骨質已經疏鬆了，快速下去說不定斷。所以這些動作我們還可以再做，但是不能夠做快速。你要不要先來試試看？哎，那小事。好來。太厲害了！不要勉強啊，小心哦！好標準哦！哇，好厲害！哦，大家都可以嗎？劉大哥已經在。我是可以單腳我來試試看。好，豪大哥想要試試。我們是不會成人的。好，豪大哥想要試試。我們是不會成人的。應該。哦，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哇，好厲害！好幸福哦！還好嗎？還好嗎？我有點頭暈呢。真的嗎？還好嗎？你有點事啊？越年輕的人。李大哥呢？李大哥呢？我是沒有經驗的。來試看看，試看看。你比我年輕呢。來，做一個。哎，長官就不要了。哎，最少10個。1、2、3、4，不要勉強，不要勉強，小心。可以了，起來。好了。哎，小金都不要勉強，剩下的回家再做。簡單的測試，真是也到泰國有樣老猛佬功夫本菜。雖然大家桃園路上65歲嘢，平常時還大家保持體檢，食菜真福宜難。接下來也到泰國帶人愛去參觀長關島空嘅各種飛機模型，也當中還包含了大家睇空軍基地接上會看到嘅戰機哦。我很好奇啊，大家當初在就是工作的時候，因為你們都是一起的嘛，那有沒有有趣的事情？應該來講，就是在業務上的話，當然個人有個人要忙的。那在車上的時候，那個黃大哥就有說，他負責很多，然後有人負責很少，在抱怨。我沒有抱怨，我只是好奇說，奇怪了，為什麼我隔壁那個人只有1項業務，我既然有8項業務？隔壁是有來，剛好他有來，是李大哥嗎？不是，劉大哥。李大哥比我還忙，真的哦。我那時候業務有萬安演習、天寧演習，那個聯合警衛、營門管制、主角設施，那時候還在挖壕溝，我還陪着那個怪手在那邊挖壕溝，大周還去跟我偷看，看我有沒有。你到現在都還背得出來哦？你要負責什麼？那因為那個禮拜6下，我們本來不用上班，沒有，只是跟大周吐苦水。哎呀，辛苦啊！只有大作是需要飛的，對不對？然後其他的大哥都主要都是在地面上，但是姐姐們呢，就是知道，像我聽到，如果我的男朋友或我的老公是空軍，聽起來就會提心吊膽。對，你們會嗎？還好啊，因為沒有飛就比較安心。我們的大嫂應該是壓力比較大，對，壓力大嫂比較擔心。大嫂可以講一下嗎？那個時候，他以前在屏東跳傘的時候，他不敢打電話給我，等到那邊消息傳說他已經安全回到機場，他才打電話給我。哦，他說雖然出了事，不過他現在已經很安全了，才打電話通知。哦，還有一聽
飞机有出事，虽然报纸没有报，可是在我们空军我们会知道，都会担心的。哇，有时候同学，像他们同学啊，或是同事啊，或是邻居啊，一听到有消息，每个人心里面都会难过。飞行啊，是一个很艰辛的一条路。我们在学生的时候，教官带飞我们，就是要求的很严格。比如说你飞行犯了一个错误，他会叫你剃光头，第二个，他做一个那个汽车大卡车的轮胎，人家回去休息都是坐了车子、卡车、交通车回去，你就这样子推着那个轮胎，真的，一直从机场推回到宿舍，哇，然后第二天再跑，再把这个轮胎推回去原来的地方放定位。处罚是这样子。对，所以这个训练是很辛苦的。我们班上进去学飞行的时候56个同学，毕业的时候只有23个同学，只有20个，就已经刷掉一半，所以大概刷掉一半。那到了部队服役了，牺牲了9个，剩下14个同学，10个同学中间有的就转业到民航去了。哇，所以说也是非常真的非常辛苦。講起頭擺睇拳中嘅人哋，大家都有過慈美感受。無論係睇天當個畢業軍官，也係睇體拳做世界軍人，大家都唔驚辛苦來為國家奉獻。我真見我對異人表示最尊敬嘅意思。是講是睇空軍基地服務嘅大家，唔啲要用耐到係唔前完成嘅夢想，想去挑戰嘅呢。王太哥，可能人哋要擺軍服啊、制服咩做嘅，阿咩去飛面嘅頭擺工作嘅情形，可能飛機嘅。不過都見還蠻講，人家擺同學飛有乜嘅想去完成嘅夢想呢？這樣子講了，在有人問我，說你當了空軍當了10幾年，那你有沒有飛過飛機啊？我說有啊，我小時候在兒童樂園飛過啊，所以是。我們雖然都在作戰組上班，真正來講只有大作，當過飛行員，所以他真正有飛過飛機。我們呢，李富強是學生時期啊，其實呢我們只是辦業務，從來也沒有飛過飛機。所以如果有機會的話，我們也是很想一圓我們以前從來沒有圓過的夢。這是不是說，可以的話，我們是不是來找個天來飛上天來感受一下？那其他哥哥們覺得呢？好主意啊！好主意，你看，對啊。那梁大哥和劉大哥呢？被我拍手。姐姐們 OK 嗎？如果老公是安全的，我們就 OK 啦。圓他們的夢想。那什麼樣的狀況下安全？該不會是不要飛上去的？心裡是希望最好不要，但是為了圓他的夢想，所以只希望你們一定要保證他們能夠安全。那會有什麼形式你們覺得哇絕對不行嗎？哪一種的？地形傘 OK 嗎？有點危險。那滑翔翼呢？滑翔翼它的操纵的技術難度也應該蠻高。也不 OK。也不 OK。那還有什麼覺得可能比較可以的？如果前面這兩個都好像不行的話，那現在有種那種飛行比較簡單的飛行器有個馬達，有翅膀，還有這個旁邊有教官帶飛的那樣子的話，我們這樣子就應該是比較安全。比較放心一點，是吧？就是要把人包在裡面，對，要有外圍要有保護作用。好，那我們就再研究看什麼比較適合大家能接受的。我就決定滑翔翼了。討論那麼久，我決定跳傘了。哇！頭擺軍口可能派人是能飛機比上天的大家，仲未想等看那年沒事的像人樣誒，是能飛機比上天。就連是喺飛官的太錯沒想。按當年過去的，佢還做得這個比上天，佢唔啲會有以後嘅。唔過大家要按到些嘢，免唔得還係會考慮到安全問題，希望冇害無家人，冇安冇樂。對各種各樣嘅比田項目，王太哥下過功夫，還前來路先做準備，唔啲以最尾會同那嘢來挑戰呢。
上天有很多种啊，有飞行伞啊什么的，很多种啊。滑翔翼是啊，滑翔翼啊。据我之前所知，有那种轻航机，不知道可不可行。哦，係咪叫做細台嘅飛機？大風扇又有動力。哦，有個動力。係咪錄係嗰種兩個人細台嘅？沒有一剎錯。哦，開始兩剎係教練機。哦，咁你上去過哈？有去過？去看過。哦，看成龍嘅電影。好啊，咁人哋錄嘅天，來吃輕航機。安樣嘅咯。唔過冇同同學講好唔好？好，全部唔是講。電介日是本個記得 surprise。係，好啊好啊。為什麼冇講我？我冇講。冇同你講。我同王太哥約束好勢，我來偷偷嘅進行一個比片計劃，一直到完成夢想嘅幾年，大家都還唔知辦事，就照我眼人嘅安排出發了。按到太哥睇彩虹又緊張又險嘟嘟嘅，路睇我去到目的地嘅時，我還準備一啲東西分享到太哥哦。要玩個遊戲，真的。我們真的準備了眼罩，黃大哥跟我要瞞着你們，給你們 surprise， 所以麻煩你們這一小段路戴個眼罩，好不好？對，真的。現在要把你們，我們剛剛從軍教片變諜報片，會不會緊張？會不會緊張？幫我放的早操已經2億哈，回憶跟記憶嗎？還再送你一個詩意好了。你們猜等一下會去哪裡啊？滑翔場。哦，滑翔翼的嗎？還有嗎？還有什麼想象？我們現在在過烏日。對。哦。其實那個我們在網絡上有看到有一種就是模擬的，就是真的在全部在地面上哦，滑行的是吧？模擬的飛機。光滑行的是吧？模擬器。哦。好，那我們差不多要到目的地，所以你們就要乖乖的用眼罩蒙住哦。嗯，有沒有？不要偷看。戴上眼罩就是睡覺的時候。反正。蒙住本人盲論呢，也到泰國睇彩虹，還繼續睇嘅5億機、2億機引台人哋嘅比片計劃，有時間人哋已經會到目的地嘅喲。等一下，我們大家稍等哦。稍等，我們先下車。我跟黃大哥來帶大家。來到目的地，其實人哋咪早就安排一道太子先來一等輪，準備要來同一道太哥向下來公布一項驚喜哦。好，前面，好來，你們怎麼沒有戴眼罩？來，每一個隻手。哎，這樣就。小心啊！前面有一坨牛屎哦！小心！好，左轉彎，來，左轉，來，好，往前講，不是，有沒有停？我們請拿下眼罩。好，來，哇！這個安全嗎？這個安不安全？站哦！大座說站，我們都站着，沒有人坐着。站。好，這樣可以吧？可以。還有一頂的。等大家啲有機會自家來試一台輕航機，飛上天堂嗰位時節，大家如猛一歡喜，猛一跳，還暢快中氣，就開始研究起來。此講還有一定重要嘅比前準備，大家該要注意呢。教練好，那我們今天很高興可以，這群哥哥們以前都是空軍基地上班，然後這位是大座，他是飛行，真正的飛行員，真正的飛行員。即使有教練在旁邊，一定有一些注意事項，對不對？是。OK， 我們這個場地是這樣的啦，歷經了10年啊，才把它在去年3月15號，我們把它整個該有的證照，整個都合法。所以我們走合法的一個路徑，就必須要各位教官來，一定要簽一個相關的一個注意事項。比如說我們在飛行的過程當中，如果有不舒服啊，有想暈吐，啊，跟教官說，就趕快過來落地，大概就這樣注意事項。再來這邊的飛行服都有，好，教官以前帥的時候，現在也很帥，就把它穿起來。
好吧？那为了什么？飞行安全，因为这个大家都知道，要起火的，一拍就掉，对，防火的就很厉害。唐说教练的讲解，按到泰国欢欢喜喜玩作比行上夫，不过路太阳时节，好点点的发生一项事情。我的手一直很麻，那怎样啊？就感觉不舒服啊。是啊，那要怎么办？你要上吗？你要我不上。啊？我说有大哥就没有要上去了哈。没有，我上不上你的，不要上。哦，好。是你刚刚说是不舒服吗？手不舒服？因为我每天抬那个重的茶碗那个水啊，所以今天就 pass。但是我不想。学生时期飞跟现在这样子应该感觉不一样哦。会不会想要试试看？在那边飞，现在是有教练在旁边带让你飞，那种感觉不一样。对呀，我知道。会不会想要试试看？没关系，他们3个飞鸟。办法啊，不试看看吗？那么难得呢。对呀，去玩一玩啦。上去耍。对呀。四川人说的，上去耍一耍，上去耍一耍，转两转就下来了。好，上去玩一玩，上去玩一玩。好，就这样，就这样。好。刚刚有点晕哦，如果会晕，对，那也不要太勉强啦。老婆说叫我，那就不要勉强，也可以不飞嘛。对啊，也不要太勉强。其實我喺角色啊，本來應該係愛去 push 米的泰國，如果我能上去，不過呢也個同安全有關嘛，啊有好多也個旅泰國有感覺有18分差，因為同人生同安全有關，故所看係感覺講冇太勉強伊呢，因為伊呢的身體呢先了解，咩講講伊自家有的地方唔爽快伊感覺，啊有我哋未完全了解伊情形，有喎伊天可以比講我有乜嘅問題啦，故所以假使行係感覺伊有18康康菜菜啦，啊有同安全有關，都冇勉強伊啊。雖然有地會打賞，考慮到留泰國嘅空間還係先比提順後了，其他嘅也留泰國是係興出出的兩下半路問好比行上夫，對於談論路愛比上天當過，真見摸唔得到兩時路有好比。興奮啊哈！多年的夢，一直很想穿這樣，一直很想穿，想去買都買不到。真的哦，以前沒有機會。連這我穿上這衣服就感覺最近又長高了，又長高了。當泰國對兩時路有好實現，按多年來嘅夢想，向都講唔得。大家問好比行上夫過後，路準備連輪來比了。來喜悅挑戰呢，如係想比考到比冠嘅李富強泰國。我要跟你綁安全帶。好，你人動，往前動動看。好，動不了，動不了。好，教官收回來，腳收回來，因為腳不能通過。那這個幫我扣住。好，你先往前動動看，教官。動不了，好，可以，好。Okay, clear.加油门往前冲的时候，那种第一次感觉好像，有种贴背，然后滑行跑了将近50公尺之后，教官带杆的时候，我们就身体就整个腾空而起嘛。但他在爬升的过程，因为他机头很高，我们忽然看不到天空了，我们稍微有点紧张。
飞机跑到500英尺的时候，就把它改平，然后再绕一圈之后，看到河、青山，还有红色的房子，非常漂亮。现在我们正对着跑道，准备起飞喽！坐飞机飞上去，这是我年少时的梦想。其实，它今天的飞机的飞行的高度，我看了，因为我们知道只飞了600尺，在空中的时候，飞行员把驾驶杆放掉，他说：“你飞行。”我做了一个特别的动作，他压了一个30度的坡度，一边高一边低，转弯压坡度压到30度，那感觉体验非常的舒适，非常的好。以前这些老同事，除了我是飞行的专业，其他都是行政跟参谋的工作。他们一直想找这个机会能够圆飞上天空的梦。那么今天呢，他们都有这个机会完成了他们心中的梦。时间票我到了螺旋桨区域。我是属于那个从来没有飞上天的空军，因为我们不容易碰到那个飞机的。今天终于体验这个飞行的感觉，非常好，圆梦了。看到大家如此强红旗飞上天堂过后，留泰国们真相的意思。评估了自家的身体情形过后，也听闻咗比行上夫，而想要像大家样的飞上天堂過，而那麼嘅體驗唔多啦。应该就忘记痛了吧？哦，忘了痛了。他说忘了痛了。因为我本身这差不多快1年了，右手有点麻。那后来因为坐车子有一点点反胃，所以说我说能不飞就
就不要飞了。所以我老婆说，哎呀，难得已经来了嘛，然后我就忍一忍。哎，后来真的要飞之前啊，哎，这个很舒服了，所以我就上飞机了。很开心，开心哦，而且还继续在研究了哈。对。然后是衣服舍不得脱下来，真的舍不得脱。过2天我来当教官了。真的。我们呢飞完很开心，之后呢，大家应该都知道我们要保护飞机，对不对？对。所以呢，清洗，对，保养，大家要付出一点劳力喽。做一个好嘅的飞行员。我第好想带恁去架飞上天的飞机，轻航机我飞上天架下，佢會衝到蟲嘅一度。故所我能我搶下來時，讓睇飛機航嘅幾條蟲嘅。講起來是踩是極平常，佢寫飛機是踩到係最難度到嘅寶貴機會哦。我第一次擦飛機耶，雖然我剛剛沒有搭到，因為已經天黑了，但我很羡慕你們嘞，你們這樣5趟，大作是不是覺得沒什麼？太慢了，速度太慢，真的嗎？像玩玩具一樣。这个每一个机种不一样，可是呢，飞行来讲都是要很慎重。我们今天安全带我们飞得很好，非常灵稳。刘慧茹说要买。真的吗？他说把以前我们赢的钱拿来买就够了。真的哦，你有想过？哎，我当然有谈到了。真的。就说如果有钱来买一架来玩一玩，只是不知道降落在哪里。为什么？你刚刚本来差一点不想上去哎。对啊，那时候是有点不舒服。是因为不舒服。但上去之后呢，就舒服了。忘记了那种感觉。对，刚那个视野很好，能见度啊，然后那个景色也很好。今年的夜幕里场都会结束嘅。有很多位大哥對100嘅挑戰，做得講係貴有感觸，貴久路行聽表唔係呢。非常高興，然後感覺到我們一起來回想到我們以前進空軍的初衷的時候，一起來回憶的時候，感覺非常美妙。也是我們離開學校、離開空軍30年、40年了，感覺非常美好。在以後回憶起來，應該算是會蠻有深刻的回憶的。以前曾經有過這個夢想當飛行員嘛，雖然是沒有飛出來，但是現在有這種機會上天空，而且自己可以操控駕駛感，那種感覺真的很好。其實我們蒙了眼睛下來一看，看到飛機，是這個飛這個這樣子，我當時覺得說可以了，可以飛，那種感覺是蠻興奮的。到明年2月底啊，我就已經退伍30年，換句話來講，我已經將近30年沒有再碰過這個老虎皮啊。俗話說老虎皮啊，就是軍裝啊。但是我們去選軍服還有試穿的時候，那個 feel 啊，有點慢慢回來。大家都已經這麼多歲，然後在我們後面的人生剩多少不知道。但這個時候有能夠留下這麼美好的記憶，在我們有生之年，甚至於我們可以留給我們的兒孫們，他們以後可以拿出來看的時候，然後介紹給孫子，這是爺爺啊。那兒子們也知道，我爸爸以前畢竟還是有飛過飛機上天飛翔的一段，也非常感謝這麼多人的幫助也一起來幫我圓這個夢。除了他們能夠重溫舊夢，也讓我能夠圓了我從來未做過的這個飛行夢。這一次的飛行讓我有一個感觸，所以我做了一個長頭詩：花樣同學會，翱翔空軍夢，花甲耳順一輪迴，樣蕩歲月美際會。同僚作戰不爭偉，學長學弟情加倍，會師烏日到望尾。遨遊藍天展翅飛，翔飛輕航只因為空想飛行卻無緣，軍旅生涯難夙願，夢裡幻想終得圓。